唔該晒兩位對本港樓市作出咁精彩嘅分析同埋分享。提到本港嘅樓市，我哋又點可以唔睇埋息口嘅情況呢？因為息口除咗係影響本港樓價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之外，與此同時咧，佢都直接影響咗供樓人士每個月嘅供樓開支。咁喺1月底嘅時候咧，聯儲局就正式舉行咗喺今年嘅第一次議息會議，一如市場預期維持指標利率不變。咁啊，至於往後2026年餘下時間息口嘅走勢又會係點呢？當然今日我哋要揾嚟專家 Kenneth 同我哋傾下偈啦。Kenneth 你好 ，Jason 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咁對於2026年餘下時間息口走勢 ，Kenneth 啊，你有咩睇法啊？好，咁我諗如果睇翻個息口走勢嚟講咧，咁一定要睇翻個官方嘅諗法先啦。咁喺畫面上面咧，我哋就有一個聯儲局嘅點陣圖啦。咁我相信 Jason 咧，一啲都唔陌生㗎啦。咁但係家庭觀眾咧，可能就即係第一次見喎。咁啊，解釋俾大家聽先。咁大家會見到咧，圖上面咧有好多一點點嘅。咁每一點咧，其實就會係一個聯儲官員啦，對於利率嘅一個預測啦。咁因為個點都冇分散啊，咁所以其實市場咧一般都會睇翻個中位數啦，咁去即係決定翻或者係諗翻緊聯儲局啦嚟緊嗰個嘅即係息率嘅走勢嘅。咁我哋會見到個中位數就預測今年會係減息一次啦，出年咧亦都係會再減息多一次。咁所以點解好似 Jason 咁講就係今次1月份咧聯儲就決定可以睇定啲先啦，因為個勞工市場都比較係趨於穩定啦，咁而通脹咧都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咧就唔使咧好似之前咁樣嚇，即係連續咁去減息嘅。咁好啦，咁嚟緊究竟即係聯儲減息步伐會係點樣樣咧？咁鮑威爾俾咗啲 hints 大家嘅，咁佢有講到就係如果見到個物價係進一步咁下跌啦，咁其實聯儲局咧就可以即係繼續去行翻一個寬鬆啲嘅一個政策。咁暫時嚟講啊嚇，即係冇一個聯儲局官員咧係覺得係要加息嘅。咁呢個係官方嘅一個諗法啦。咁個市場係點樣睇緊咧？嚇，咁啊，即係真金白銀啲交易員喺個期貨市場裏邊交易緊咧，其實就比聯儲局去睇法咧係更加進取嘅噃。咁頭先講到啦，聯儲局就估係今年減一次，出年減一次啊嘛。期貨市場就覺得咧唔使分2年啦，1年就搞掂晒佢，覺得今年咧係會減息2次咁多嘅。咁但係基於咧，我哋會見到美國嘅經濟數據的而且確係比較強勁一啲啦。咁所以其實咧見到減息預期咧都有一個調整出現嘅。咁譬如係舊年年尾咧，大家估第一次減息可能會係6月份啦，咁而家都推遲去到7月份嘅時間。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其實影響住個減息預期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咁除咗係啲經濟嘅即係數據之外啦，咁譬如聯儲局嘅新人選會點樣帶領住個聯儲局啊？咁甚至乎即係特朗普啦，會點樣影響住即係聯儲嘅決策咧？呢啲都會係投資者好關心，亦都係影響住一個減息預期嘅一個嘅即係因素咯。咁所以其實呢啲係投資者需要留意嘅地方。咁而我諗更加值得投資者留意咧，就係其實除咗去美聯儲之外咧，其實其他環球央行咧之前都有減息㗎嘛。咁而呢一個嘅減息週期咧，其實係由2024年咧就已經係開始㗎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咧，好有可能我哋會見到環球減息週期咧已經過咗個高峰。咁畫面上面咧，我哋會見到就係唔同嘅主要央行啦。咁除咗美聯儲之外咧，大家估可能英國啦、英倫銀行今年都會繼續減息啦。咁但係譬如可能加拿大啊，或者係歐洲央行咧，大家睇可能今年都係好大機會維持個息率不變。咁而譬如澳洲今年已經開始咗加息啦。咁而日本央行咧今年都可能會繼續加息嘅個步伐。咁所以即係可能而家已經係喺個環球嘅減息週期嚟講下，已經係去到一個尾聲嘅情況底下咧，未來累計減息嘅次數咧係會減少嘅。咁對於投資者嚟講，有啲咩要注意啊？咁即係代表住咧，央行為市場帶嚟一個額外嘅流動性咧，就會降低咗啦。咁所以其實市場嘅波幅度咧嚟緊咧有機會會上升嘅。咁聽完 Kenneth 你咁講啦，即係總體嚟到講，雖然2026年咧整體嘅息口咧預計都會向下，不過咧空間咧就可能相對有限一啲啦。咁講完息口啦，嚟到2026年，你又認為環球投資市場會遇到乜嘢挑戰同埋機遇，而投資者咧亦都應該點樣去部署會好啲啊？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其實環球嘅機遇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咁喺畫面上面，我哋會見到頭先提到就係美國經濟啦，其實都幾唔錯啦嚇。咁啊，即係佢作為即係個即係環球經濟一個中流砥柱。咁如果佢經濟好嘅話咧，咁對於成個環球嚟講，當然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利好嘅情況啦。咁而另外你見到 AI 投資咧，仍然都會係今年投資市場一個好重大嘅一個主題嚟嘅。咁而另外都會見到就係成個即係盈利增長嘅趨勢，除咗美國之外，開始擴
展去到唔同嘅地方咯喎，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機遇。咁但係喺個挑戰嗰方面咧，仍然都有好多值得大家留意。咁頭先有講到就係央行嘅政策開始轉向啦，又開始有啲央行由減息變咗做加息啦，地緣政治嘅風險啦，今年雖然淨係過咗1個月啦，咁但係有好多地緣政治嘅事件，包括咗就係美國同中東嚇，美國同埋拉丁美洲、美國同埋歐洲都發生咗，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會好影響住即係成個投資情緒或者係投資市場啲資產嘅一個表現嘅。咁同埋今年就係大選年喎嚇，咁係美國中期選舉年咯，咁呢啲嘅不確定性咧，其實都會令到個市場咧會間歇性地咧會有啲波動嘅情況發生。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雖然我哋即係或者市場都會覺得啦嚇，個成個大市應該都係向好嘅今年，咁但係咧行一個我哋叫做防守性增長嘅策略咧，可能會幫助到投資者咧係抵禦翻呢啲間歇性出現嘅一啲嘅波動情況咯。咁聽完 Kenneth 頭先咁講咧，其實今年嘅投資市場咧都真係仲有好多不確定性，似乎咧投資者咧喺投資部署上邊咧就真係要小心為上先得啦。咁講完宏觀嘅投資策略之後啦 Kenneth 啊，你對於今年唔同地區嘅投資前景有冇乜嘢睇法？有冇話特別睇好邊個地區啊？咁我諗，如果你要講唔同地區嘅睇法咧，就一定要睇美股啦，係咪先？咁因為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其實真係美股嘅走勢嘅都好好啦。咁今年美股可唔可以即係再下一城咧？咁樣咁其實我哋會睇翻華爾街嘅分析員去睇咧，咁可以話係牛氣沖天嘅。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畫面上面會見到咧，就係即係分析師啦嚇，對於今年年尾啦標普500指數一個即係預測啦，咁比較平均啲嚟講啦，即係中間嗰個去睇咧，可能都會升10%左右，9至10%啦。最好嗰個睇會升17、18%啦。咁但係最差嗰個咧就唔係睇跌喎嚇，都係睇升嘅。咁所以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一面倒看好嘅一個情況咯。咁當中嘅原因咁都明白嘅，因為就譬如係包括咗係聯儲局繼續減息啦嚇，咁啊盈利增長嘅一個情況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大家會覺得今年嘅政策其實應該會比較清晰一啲啦。咁因為經歷咗舊年關稅風波之後，相信咧今年就應該唔會有即係咁多嘅一個嘅即係關稅嘅風險即係帶俾個市場啦。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就係頭先有講到啦，聯儲局減息步伐，都仲有變數㗎喎。咁盈利增長咧，我哋見到仲係比較健康啲嘅情況，咁呢個係 OK 嘅。咁但係喺政策個方面，究竟係清晰咗啊，定係混亂咗咧？嚇，咁呢個都值得大家去諗下。咁喺畫面上面咧，咁我就擺咗兩條線喺度啦。大家可能會見到，兩條線嘅走勢都幾相似嘅喎，係咩嚟㗎？先講即係灰色嗰條線嚇，咁佢咧就係美國嘅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嚟嘅。咁大家會見到咧，其實佢喺舊年年尾啦、今年年頭啦，其實都仲有一個咧向上升嘅一個趨勢。咁點解會咁樣樣啊？咁其實因為即係舊年年尾去到今年年頭咧，其實特朗普都出咗幾多唔同嘅一個政策，又或者係佢口講啦嚇想推行嘅一啲嘅方向嘅。喺本土嗰方面，佢有即係評論過一個即係住房嘅政策啦。咁佢就話機構投資者係唔可以買一啲即係住宅啦。咁喺國防嗰方面啦，亦都係話要加大國防嘅開支啦，要加大50% 咁多喎，多喎，係啊，咁但係錢從何來咧？咁啊唔知道啦。咁而另一方面咧，仲有話即係要限制住一啲即係信用卡嘅一個嘅利息嘅一個嘅情況啦，要 cap 喺10% 啦。咁呢個都會影響到一啲即係銀行啦嚇，咁佢哋嗰個收入嘅。咁而喺在外啦，咁啊當然佢又話要控制格陵蘭啦嚇，咁啊就話要威脅要加翻啲歐洲即係國家嘅一個關稅啦。當然最尾佢又好似褪翻落嚟咁樣樣嘅。咁而另一方面佢亦都話要加翻即係韓國嘅關稅啦。咁所以其實講咗咁多啊嚇，好似個政策嘅不確定性咧，其實就冇走過。咁我有啲捲土重來呢個感覺嘅。咁而家好啦，講翻紅色線先，係咩嚟嘅咧？點解會同個不確定性嗰個指數走勢咁似嘅咧？其實佢就係一個 VIX 指數。亦都係市場俗稱嘅恐慌指數。咁啊即係當個不確定性高嘅時候，當然市場恐慌情緒就理應都會升高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頭先提到，舊年年尾到今年年頭咧，不確定性咧，政策不確定性咧係上升緊嘅嘛。咁但係咧個 VIX 指數咧，似乎咧都仲係一個低位上面喺度徘徊，去到最近咧先有所上升嘅啫。咁呢個反映緊啲乜嘢咧？就係其實個投資市場咧，或者投資者啦，其實係比較自滿嘅，又或者係咁講啦，佢哋對於個股市回調咧，可能嗰個準備咧係有啲嘅不足。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個不確定性政策嗰方面啦嚇，繼續係維持高企嘅話咧，好有可能咧，
咁即係會令到投資者咧就冇一個防備喺度，咁就有機會咧會放大咗啦市場嗰個嘅波幅嘅。即係如果真係有啲突如其來嘅消息，可能會比較震撼啲嘅話，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大家係要好值得去留意嘅。咁講到咁樣啦，好似個市場好波動喎，好多風險喎。咁究竟有冇啲咩地方係值得大家去諗下投資嘅咧？咁畫面上面咧，我哋就會係用翻啲比較基本嘅一個分析去睇翻，譬如係環球經濟增長啦。咁喺個圖裏面正中間咧，就係環球嘅經濟增長狀況啦。我哋會見到佢今年啦、出年啦個增長都幾唔錯嘅，咁啊3%左右。咁所以其實成個我哋叫做經濟嘅 backdrop 咧，都係有利翻成個風險資產嘅表現。咁但係當然啦，全球情況係咁，咁緊緊有啲係比全球係低，有啲比全球係高噶嘛。咁比全球低嗰啲，我哋見到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國家啦。咁佢哋經濟增長當然因為就會比較慢啲，因為經濟體都比較大啊嘛。咁另外都包括咗一啲即係拉丁美洲嘅國家啦。咁而高啲嘅一啲地方喺邊度咧？咁包括咗亞洲啦，我哋身處亞洲地區啦。咁仲有包括咗中東啦嚇，咁同埋一個非洲嘅國家嘅。咁中東可能大家就即係會比較小心一啲啦，因為頭先講到仲有啲地緣政治嘅風險因素喺裏邊啦。咁而非洲咧，相信大家即係可能都好難去投資到，亦都唔熟呢個 market 啦。咁所以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咧，今年可能值得去留意多啲嘅市場咧，就會係喺亞洲嗰方面，因為我哋會見到成個經濟嘅動力來源啊嚇，一啲非成熟嘅市場咧，似乎而家係值得去睇高一線嘅。咁而即係除咗我哋講個經濟層面之外啦，我哋講起股票就一定係講盈利增長啦嚇。咁我哋會睇到咧，就係美國嘅盈利增長咧，仍然都係 keep 住都好 OK 嘅。咁而最勁嘅當然就會係啲科技股啦。咁所以我哋見到納斯達克指數今年個盈利增長預測有成30%咁多，去到出年咧都係維持住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咁但係整體美國嚟講咧，相對嚟講咧就冇咁即係誇張啦。咁啊維持喺10%左右啦，唔係差嘅。咁但係佢對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咧，以前咧佢嘅盈利增長咧個優勢就好大，好似見到灰色嗰條線，咁就係2025年啦。見到美國啦，好明顯地係會較譬如係亞洲嘅地區、中國嘅地區，又或者可能係歐洲嘅地區咧係高一大截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啦，紅色嗰條巴啦，咁就係今年盈利增長咧，你會見到美國嘅優勢咧冇咁大，之餘咧可能仲會比起一啲新興市場或者亞太嘅地區咧係為之低添。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會吸引住一啲資金啦，係去流入翻去呢一啲嘅市場裏邊咧去揾機會嘅。咁而另一個部分咧就係其實舊年啦嚇，我哋見到個成個環球市況咧，其實都會係歐洲好過美國，而新興市場或者亞洲啦，其實又好過歐洲咁樣樣。咁而呢個升勢咧，其實好大部分咧都係有個估值擴張去帶動啦。即係話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成個股市咧都貴咗。咁去到今年啦，呢個情況咧，我哋覺得個情況或者市場去諗翻咧，可能未必會繼續持續嘅。咁可能最主要個動力咧就會係嚟自於個盈利增長嘅部分。咁所以盈利增長喺今年咧就會係最主要推動個市場上升嘅一個引擎啦。咁而我哋亦都見到咧，就係分析員啦，對於亞洲地區嘅盈利增長咧係好有信心嘅，因為係由舊年可能第四季去到今年咧，佢調升嘅幅度咧其實係高過歐洲，亦都係高過美國。咁所以我諗，如果大家要去留意一啲嘅機會嘅話咧，可能喺亞洲市場裏邊咧係可以揾得到。另外咧 Kenneth 其實咧依輪咧嘅股市升勢咧，我哋見到主要咧都係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所推動，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啲資金咧都希望盡快流入相關嘅板塊，把握翻咧行業嘅增長機遇。不過咧亦都因為咁啦，我哋見到人工板塊相關股票嘅估值咧已經係累積咗一定嘅擴張。與此同時咧，或者咧佢亦都反映咗部分行業利好嘅因素。嚟到2026年，有冇其他行業我哋嘅成員係值得留意啊？其實如果你話講到去 AI 投資，我都有頭先有提及過啦，就係今年都仲係一個好強勁嘅主題，同埋呢個都唔係一個短線嘅主題嚟，係一個長線嘅主題嚟嘅。咁而即係大家一講起 AI 投資嘅，可能就會係諗即係美股七雄啦、Magnificent Seven 啦，會係最受惠嘅一啲嘅公司。咁而的而且確，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啲嘅公司咧嘅盈利增長咧係非常之咁強勁嘅。咁所以即係喺左手邊幅圖咧，大家就會見到就係我比較翻即係呢7間公司同埋其餘喺標普500指數裏邊嘅493間公司，佢哋嘅盈利增長過去嘅表現咧，你會見到紅色嗰條巴就即係 Mag 7啦，咁係高過其他公司咧係好多好多嘅。咁所以點解大家嘅投資嘅資金全部都聚晒落去，即係投資呢幾間嘅即係公司裏邊或者呢幾間企業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因為佢追個高速嘅增長啊嘛。咁
就算係去到而家我哋 earnings season 啦嚇，公佈緊即係我哋見緊舊年第四季嘅盈利增長啦，其實呢7間公司咧夾埋其實都有成20% 盈利增長，咁其他嗰493間咧得5% 嘅啫，咁所以我諗都會係解釋咗即係以前嚟講點解美股有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分化情況出現，或者係環球嘅資金點解都聚晒落去買呢幾間公司。咁但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我嘅即係紫色框住嗰度啦，就係呢個情況咧嚟緊可能會有一個變化出現喎。個變化就係咧，原來呢493間公司咧係會 catch up 翻呢 Mag 7嘅盈利增長嘅。咁一嚟啦，即係呢7間公司都已經高速增長咗咁耐啦，咁基數效應底下都會慢落嚟嘅。冇錯。咁二嚟就係其實我哋見到其他嘅板塊盈利增長咧，其實都真係開始翻嚟。咁呢個有某程度上可能都係嚟自於 AI 嘅幫手啦，因為其實 AI 都會係提供咗個生產力啦，咁會幫到即係呢啲科技板塊以外嘅行業啦，其實係去即係叫做提升佢哋嘅盈利啦，或者係一個營運嘅一個嘅即係情況嘅。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會見到係右手邊幅圖啦，就係成個 S&P 500個盈利增長貢獻度咧，以前一般嚟講咧，其實都係呢7間公司咧，仍然都係紅色嗰條巴啦，係佔大多數嘅。咁其實曾經都係佔過2/3啦，去到即係一半不等。咁但係呢個情況咧，亦都係一樣啦。嚟緊嗰幾年，我哋見到個逆轉就係原來對於成個大市盈利增長嘅貢獻度咧，呢493間公司咧開始變翻一個即係大多數嘅一個情況，去到佔翻2/3嘅一個嘅貢獻度。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會見到今年個美股嘅升勢係嘅大嗰幾隻個 Magnificent Seven 咧，其實係開始慢落嚟。咁但係成個升市嘅市寬咧，反而係有改善，因為多咗企業或者多咗呢啲股票咧，其實參與翻呢個升市。最主要個帶動咧，就係嚟自於我哋見到個盈利咧有個擴展去其他即係板塊嗰個情況。咁呢個都同即係 AI 投資即係好有關係啦，因為大家除咗去關注一個算力啊，即係嗰個晶片究竟運行得幾快之外咧，其實都開始關注其他關於即係一啲瓶頸嘅問題，包括咗可能係電力啊，咁呢啲會係關一啲即係 utilities 嘅公司啦。咁另外可能係有關於就係嗰個即係暫存嗰啲即係記憶體啊，咁呢啲可能會係其他即係韓國嗰方面啊，或者台灣嗰方面啊，都會有公司去即係專注下喺個環球市場裏邊有個比較領導啲嘅地位，咁所以我哋見到個資金嚟講嘅話咧，都會係一個擴散去揾其他唔同機會嘅情況咯。除咗係科技股盈利增長當然係好亮麗之外啦，大家都好值得留意畫面上面其實係科技以外嘅一啲嘅板塊。頭先有提到就係可能係啲公共事業嘅一啲電力公司嚟緊都可能會受惠於 AI， 哇！原來佢哋要用好多電㗎喎。咁頭先有講到就係要做呢啲半導體或者可能要有一啲叫做數據中心，咁其實都需要工業板塊嘅公司嘅幫助啦。咁亦都要用到好多原材料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板塊裏邊咧，都會有一啲關於 AI 嘅機會。咁甚至乎喺呢個方面以外啦，譬如金融行業，而家我哋見到個息差咁闊咧，其實呢啲嘅即係金融嘅公司，包括即係銀行啦嚇，其實對於佢哋嘅盈利咧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一個嘅幫助。咁而另外成個市又好暢旺啦，當然佢哋做譬如投行嗰啲，亦都會係即係叫做水漲船高咯。咁所以我哋會留意到就係除咗可能係科技板塊之前已經升咗咁多，估值去到即係個位置嘅比較高嘅位置咧，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即係一直以嚟比較落後啲嘅板塊，但係原來個盈利增長都有一個雙位數或者係高單位數嘅一個嘅情況。咁而且呢啲板塊咧，亦都係比起即係叫做係科技股啦嚇，係平一大截嘅。譬如講緊金融股嘅估值咧，係比起科技股可能係打個6折咁樣樣。咁如果係講緊呢啲即係叫做係公共事業嘅公司嘅，可能係即係打個即係5折咁樣樣。咁所以有好多嘅即係叫做落後嘅一啲嘅情況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咁大家可能唔係好似以前咁啦，淨係集中去考慮一啲科技股，考慮一啲美股，我哋更加可以留意翻一啲即係之前可能大家冇咁留意嘅行業或者一啲國家咯。咁聽完 Kenneth 頭先咁講啦，其實今年嘅投資市場咧，似乎都唔會由單一行業咧，或者係一個地區所主導。咁所以咧，成員咧喺資產配置上邊咧，就真係要做到更加多元化先得啦。Kenneth 其實咧頭先講咗咁多唔同地區嘅投資睇法啦，喺我哋節目一開始之前咧，亦都有探討過美國息口嘅情況。咁頭先你都講到咧，其實2026年美國嘅息口整體都應該係向下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又點樣影響到港元息口嘅情況啊？
咁如果你話即係美國嘅息口點樣影響住即係香港嘅息口啦嚇，咁啊又可以睇下即係畫面上面呢幅圖啦。咁大家又會見到哇，呢兩條線走勢又係好似嘅喎。咁咩嚟嘅咧？咁黑色線咧就係美國嘅聯邦基金利率嘅上限啦。咁而紅色線咧就係即係香港嘅3個月嘅一個嘅 HIBOR 嚟嘅。咁就同業拆息啦。咁大家會見到其實就齊上齊落嘅。當美國加息嘅時候，個 HIBOR 就上升；咁當個美國減息嘅時候，個 HIBOR 咧就通常都會即係隨之而下降。咁而大家知道啦，因為 HIBOR 就係即係銀行嘅資金成本啦，咁所以其實都會好影響到大家去做一個即係定期嘅時候咧，究竟收緊幾多息嘅。咁所以最關心啊，係啦，呢個其實我自己都好關心啦嚇。咁所以其實你話之前咧美國個息率去到即係5厘樓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收緊個定期咧，或者即係大家即係家庭觀眾去睇嘅時候咧，可能都有收緊5厘嘅喎，咁好開心啦。咁但係隨住頭先我講到喺24年開始減息，一路減到而家26年嘅情況咧，咁而家可能做3個月定期，而家我唔知可能2厘零左右，咁其實都減咗一大截。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美國亦都頭先有提到啦，其實都會繼續去減息啦。咁所以似乎即係香港利率嘅趨勢咧，都會跟住即係一齊去向下走咁樣樣咯。明白。咁其實隨住咧本港個存款利率咧都係進一步下跌，咁樣其實咧有可能都鼓勵到更加多嘅資金咧流入一啲風險資產，甚至咧令到佢哋嗰個嘅波動性咧逐步提高。咁如果真係發展到咁嘅情況，其實成員有乜嘢投資策略或者操作上邊，佢哋可以係參考下。係啊，咁其實我諗今年頭先有提到就係一個大選年啦，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年啦。咁而如果睇翻即係圖裏邊嘅分析嚟睇咧，喺美國嘅中期選舉年啊嚇，佢嘅波動性咧，即係全年平均嚟講咧，其實比起其他年份咧係為之高嘅。咁我諗其實觀眾睇幅圖都會見到，其實紅色嗰條巴啦喺即係大部分嘅月份啦，亦都比灰色即係其他年份啦係為之高。咁而可能觀眾特別要留意嘅就會係即係8、9、10月啦嚇，因為中期選舉就係11月去舉行啦。咁而中期選舉之前咧，咁就個市場係特別波動嘅。咁而呢個都未 take into account 就係即係特朗普頭先講到就係話有好多令到市場出其不意嘅政策可能會推出嚟，咁可能會令到市場嘅波動性去提高。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市場波動性咧，絕對會係即係大家要好留意住嘅一個嘅即係因素咯。咁但係我提大家要值得留意啫，就唔係叫大家乜都唔好做喎。咁因為咁樣即係人咧就好特別嘅，因為大家投資咧就梗係唔想去蝕錢嘅。咁當你聽到就係哇嚟緊可能會波動喎，即係有機會會回調啦。咁不如我等佢跌低啲先買啦嚇。咁究竟值唔值得去等咧？咁我就用呢個嘅例子去答你啦。咁其實咧，我畫面上面咧就會係用一個即係由2024年啦，應該係2025年嚇，sorry 2005年去到2024年嘅一個嘅投資嘅一個表現係去睇翻嘅。咁如果你係即係 keep 住喺裏邊去投資嘅話咧，咁其實就你嘅年度化嘅回報咧，大概有8.幾個%左右啦嚇。咁喺呢20幾年間，如果你 miss 咗最好表現嗰20日，咁你個投資回報會變咗點樣咧？係會變咗得翻2.幾個%。咁所以其實20幾年即係你即係你一年可能 miss 咗一日，咁你已經個投資回報有一個即係天淵之別嘅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你與其係即係 timing the market， 不如就係 time in the market 係更加緊要。就係話你與其係要捕捉入市個時機，咁有陣時你真係唔知等到幾時嘅嘛，亦都未必咁犀利可以捉到個最低位啦。咁不如你係長啲時間持續咁樣喺個市場裏邊咧，咁時間先會係投資者最好嘅朋友咯。咁但係人少不免都會係有一個即係心理上面嘅一個嘅即係影響嘅，就係哇！如果見到個市跌，咁我梗係會好驚㗎嘛。咁點樣去克服呢一個即係心理嘅狀態咧？咁可能定期定額嘅投資會係一個嘅方法啦。咁我呢度就有一個即係假設性嘅例子俾大家睇，就係假設可能你一開頭買咗隻股票，去到第2個月就已經跌咗一半啦，遇到個大跌市，咁之後就升翻，但係升唔翻去你原本買入嘅位置嗰度嘅。咁用一個平均成本法啦或者可能定期定額嘅投資咧，其實可以幫助到你喺個市場嘅低位嗰度咧，其實係買多啲貨，吸納咗多啲嘅股票。咁所以即使係去到最尾嘅情況，就係嗰個股票反彈未去到你初次買入嗰個位咁高都好啦。
其實你仍然都有機會可以係獲利嘅。咁所以即係可能透過呢個方法啦，就可以減低到或者化解到個市場波動帶俾投資者自己心裏邊嘅一個嘅恐懼或者影響咯。明白。咁或者咧，呢度都等我補充下先。其實咧喺我哋匯豐強積金嘅基金概覽兩邊咧，我哋都有平均成本法嘅回報俾翻我哋嘅成員參考嘅喎。如果成員有興趣了解更加多相關嘅資訊，歡迎隨時瀏覽我哋匯豐強積金網站下載翻相關嘅資料。Kenneth， 咁啊嚟到咧我哋節目接近嘅尾聲啦，不如我哋都講埋美元嘅情況啦。因為咧我哋見到受住市場憂慮美國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以及係一系列嘅負面因素咧，我哋見到美元咧喺2025年咧就錄得接近雙位數嘅跌幅，跑輸其餘主要嘅貨幣。嚟到2026年，美元嘅走勢會唔會都係偏弱啊？係啊，咁其實咧，我哋睇翻美元嘅走勢咧，有個好得意嘅觀察嘅喎。咁呢個好得意觀察就係咩咧？就係特朗普啦。咁如果我哋比較翻啦嚇，喺特朗普第一次任期啦，即係黑色嗰條線啦嚇，同埋紅色嗰條線就係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一個美元嘅走勢咧，原來兩者係好相似嘅。咁圖裏邊就截至去即係1月21號啦。咁如果再去翻睇埋再近期啲嘅話，見到紅色線咧已經係跌埋落去，好似跟住黑色線咁落去㗎啦。咁當然啦，我哋就唔係話即係歷史就一定會重複啦，亦都唔係即係去睇翻就係靠呢張圖就去估美金係會點樣走。咁但係我諗都會見到就係特朗普嘅政策似乎對於美元都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嘅影響力。咁甚至乎佢自己都講嘅就係話其實佢可以好似一個搖搖咁樣影響住嗰個美金上上落落咁樣。不過佢就唔會咁做，咁佢係咁講嘅，係啦。咁而佢都係覺得即係美金即使係之前跌到去近4年嘅低位啦，咁佢都覺得佢係仍然做得好好嘅。咁究竟即係嗰個美金嘅走勢會係點樣咧？咁我諗我哋從翻一啲即係基本啲嘅因素去分析翻，就係從一個息差嘅一個嘅情況啦。咁我哋會見到就係美元嘅走勢啦，咁就係紅色嗰條線啦。其實同美國同埋 G7 其他成員國嘅息差咧，其實嗰個相關度就好高嘅。咁就係當美元嗰個嘅息差，即係佢個息可能係冇其他成員國咁吸引嘅時候，咁當然個美金就會係走勢就會向下啦。咁而家呢個情況嚟緊會唔會持續咧？咁頭先有提到就係似乎其他嘅央行一係就可能停止咗一個減息情況啦，一係就可能已經開始加息。咁所以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咧，係會有一個息差嘅壓力嚟緊都係會繼續持續嘅。咁所以可能對於美金嚟講咧，都會有一個即係下行嘅壓力咧。嚟緊我哋會見到咯。咁而除咗可能呢個息差代表帶俾美元一個下行壓力之外咧，咁細心嘅觀眾可能會留意到就係，咦，其實兩條線都唔係成日都跟住大家嘅喎。喺即係25年嘅年頭就有一段時間就係灰色嗰條線向上升，但係美金都繼續跌。點解咧？咁其實嗰段時間咧就係即係出關稅啦，就係解放日啊 Liberation Day 嗰個情況。咁就係大家對於美元即係作為一個避險貨幣嘅地位咧，個信心有啲動搖啊。即係話大家可能避險嘅時間咧，都未必係揀美國國債，亦都未必揀美金，可能揀其他嘅避險貨幣或者揀歐洲嘅一啲嘅債券。咁所以其實影響住個即係美金走勢嚟緊，除咗個息差之外咧，都要留意翻投資者係點樣睇緊美金作為一個我諗係避險貨幣啦嘅一個嘅諗法。咁而第三個影響住美元嘅走勢咧，就會係啲投資者嘅一啲嘅貨幣對沖嘅倉位。因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就係頭先講到，因為美國嘅股市佢個升勢或者盈利增長係比其他股市係好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投資者當然都有好多嘅資產係累積咗喺美金嗰度啦，可能係美國嘅股票，亦都可能部分係美國嘅債券。咁而美金一度走去都要走強嘅，咁所以佢哋除咗可以 enjoy 到即係個資產嘅升幅之外咧，嗰個貨幣嘅升幅亦都可以 enjoy 到。咁但係舊年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一個即係逆轉啦。雖然個股市可能都繼續升，咁但係個貨幣就跌咗一大截。咁所以呢個係令到啲國際嘅投資者咧都開始審視翻自己嗰個倉位啦，會唔會係為翻自己嘅美元資產咧，可能係加翻啲嘅叫貨幣對沖喺裏邊。咁所以其實呢個咧都會係即係限制住啦嗰個美金嗰個走勢咯。咁所以我諗呢3個嘅因素嚟緊咧都會係持續影響住個美金啦。咁而似乎下行嘅壓力咧係會比較大一啲嘅。咁聽咗咁多獨到嘅市場分析之後，Kenneth 不如都借呢個時間俾翻一個少少嘅總結，我哋啲成員參考下。
好啊，咁我諗我做一個小嘅總結啦。咁第一就係我哋見到其實今年環球嘅經濟咧都係向好嘅嚇，咁啊所以其實對於風險資產係有利啦。咁但係都要小心一啲，就係可能會有啲間歇性嘅波動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投資者咧可能都維持翻一個防守性嘅增長策略啦。喺個投資嘅 portfolio 裏邊咧都要維持翻一定比重嘅債券嘅。咁而我哋見到個增長個方面咧，就係除咗美國之外咧，其他市場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機會，特別就係喺個亞洲市場裏邊啦，好值得大家係去留意。咁而且除咗科技之外，頭先有提到唔同嘅行業咧，都有一啲即係關於 AI 上面嘅一啲嘅契機啦，都可能可以即係值得投資者咧去發掘一下，就唔係淨係集中去投資喺即係科技嘅板塊裏邊。咁第三樣咧就係頭先提到美元嘅走勢啦，咁嚟緊美金啦，可能都會面對一定嘅下行壓力啦。咁最主要可能就嚟自於嗰個息差嘅一個情況啦，就係美國可能嚟緊都會繼續減息，咁所以咧佢個息差上面咧冇一個優勢喺度咧，就會即係帶俾美金咧有一個下行嘅壓力啦。咁而另一方面就係市場都審視緊美金啦嚇，佢本身嗰個避險嗰個嘅地位啦，咁所以呢個都會係即係影響住美金嚟緊個走勢。不過美金下行咧都會係有一個即係機遇帶俾投資者嘅，就係對於新興市場嘅資產，包括咗亞洲啦嚇，亦都係一個利好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值得大家去留意翻。咁嚟到呢個時候咧，我同 Kenneth 之間嘅答問環節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啊，不如咧我哋先睇下線上嘅成員咧有冇一啲問題咧想請教下 Kenneth 先。OK， 好啊。咁啊，我哋好快啦，已經收到第一條問題咯。咁啊，呢個成員咧就想請教 Kenneth 啊，佢就話咧，隨住中港股市咧喺2025年咧已經累積咗一定升幅啦，嚟到2026年，中港股市嘅發展應該會係點啊？呢個係好嘅問題嚟嘅，因為即係大家喺香港當然就好關心中港股市嘅走勢啦。咁頭先有提到就係美金啦，可能嚟緊都會繼續走弱啦。咁我諗上一次啦，即係同大家見面嘅時候都有幅圖，就係我哋見到譬如港股嚇同美金咧都行一個相反嘅走勢嘅。咁所以呢個對於即係港股嚟講啦，絕對係一個即係有利嘅一個嘅因素啦。咁而另一個方面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即係內地啦嚇都推行咗15規劃啦。咁其實都係大力咁發展翻一啲即係科技一個情況，咁但係我哋會見到啲中資科技股咧，佢個盈利咧就即係分析師都仲係喺度下調緊啦。咁所以由舊年第四季開始去到而家咧，我哋見到中資科技股咧個走勢都係比較係下沉，即係沉一啲嘅。咁但係相反啦，有一啲即係喺 A 股有上市嘅一啲嘅 AI 相關嘅公司咧，反而走勢就唔錯。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即係可能資金咧喺呢個方面裏邊咧就會比較多啲留意 A 股嘅機會，多過可能喺香港上市嘅中資科技股啦。咁但係整體上面嘅我哋頭先有講到就係話美金有一個弱勢啦，咁同埋我哋見到內地嘅政策都係支持住即係可能係呢個科技相關嘅機會之外咧，咁仲有就係一個貨幣政策啦。咁人民銀行都有提到啦，就係嚟緊都仲有一啲適度寬鬆嘅一個嘅空間，可以減息啊，可以降準嘅。咁相信呢啲都會係嚟緊即係後市啦，再進一步上升嘅催化劑咯。明白。咁啊，或者時間關係啦，我哋都睇埋最後一條問題啊。好啊。呢個成員咧，相信咧都比較貼市啊。佢就問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提名咗聯儲局主席嘅繼任人選之後咧，見到金融市場咧都出現咗唔少嘅波動。咁啊，佢就問啦，其實今次任命聯儲局人選之後咧，其實對於往後嘅決策或者市場咧有咩影響啊？咁係嘅，即係見到特朗普提名咗 Kevin Warsh 之後咧，咁其實尤其是喺金銀啦嗰個嘅即係貴金屬市場嗰個波動性係特別大啦。咁美金亦都有一啲嘅反彈嘅。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個市場去睇翻呢個新嘅即係聯儲局主席嘅即係提名人啦嚇，佢嗰個即係立場咧，似乎係比較偏鷹派一啲嚇。咁佢就話要行一個即係縮表個情況。咁當然呢個對於市場嚟講咧就唔係咁中意嘅，因為縮表就代表市場嘅流動性會收緊啊嘛，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咁但係我諗大家要諗有幾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方面咧就係佢究竟即係嚟緊真係做到主席嘅時候，會唔會貫徹嚇可以落實到佢想行嘅呢個方向咧？咁定係佢都係會聽住嚇，因為特朗普提名佢噶嘛，聽住特朗普嘅一個話成日都話要大幅減息嘅呢個方向咧。咁所以呢個我諗大家係要留意嘅。咁因為呢個係會影響到成個聯儲嘅獨立性啦，咁亦都會影響住美金嘅走勢啦，影響住美國長債息嘅走勢嘅。
咁而第二樣咧就係其實佢可能進入咗聯儲局當然啦，佢作為一個聯儲局主席，咁佢可能會領導住成個局方會有一個嘅方向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票啫嚇。頭先有分析嗰個點陣圖會見到，其實成個聯儲局就好大嘅。咁而投票一個貨幣政策嘅時候咧，其實12位委員咧都有份去投票。咁所以你話係咪佢一個人之力就可以影響住即係嗰個即係減息啊或者係加息咧？其實就又未必嘅。咁所以我諗都係一切都要等翻佢真係上台嘅時候，究竟佢會點樣去即係去貫徹翻下佢個立場，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對於貨幣政策嘅取態咧？咁咯，呢個先係最緊要咯。唔該晒 Kenneth。咁嚟到呢個時間啦，我哋2026年投資展望嘅環節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再一次多謝 Kenneth 啦，今日咁詳細嘅分析同埋分享。唔使氣。啱啱兩位嘉賓對於樓市同埋金融市場嘅分析都真係十分精彩啊！唔經唔覺，今日我哋嘅網上研討會都差唔多嚟到尾聲啦。今日我哋由本港嘅樓市分析去到環球金融市場嘅部署。喺第一部分，嘉賓同我哋剖析咗25年樓市嘅表現同埋26年嘅樓市前景。好多人都會覺得今年係一個復甦嘅起點，市場情緒普遍比較樂觀。但同時間，我哋亦都需要作最壞嘅打算，衡量所有風險，做好部署。至於喺投資展望嘅部分，我哋都睇到喺2026年，投資市場仍然係充斥住更加多嘅不確定性，都可能令到投資市場變得更加波動。成員喺投資策略上邊咧，都可能需要做到更加具防守性，做好均衡資產配置，咁樣先至可以提高投資組合嘅穩定性。當然啦，大家都要記得，投資涉及風險，呢個活動所提供嘅投資內容僅供說明用途，唔應該被視為投資意見。如果你對今日嘅活動有任何疑問，亦都應該向獨立人士尋求專業意見。嚟緊匯豐咧，將會有更加多嘅網上研討會同埋最新資訊分享俾大家，大家記得留意啦。另外，匯豐強積金已經加入咗積金易平台，為咗協助僱主順利註冊積金易平台，匯豐強積金誠意邀請各位僱主喺2月9號到10號上午10點到下午5點參加我哋匯豐強積金積金易僱主註冊日。我哋同積金易嘅外展隊將會喺荃灣如心酒店11樓2號會議室協助僱主辦理註冊，大家記得帶齊所需文件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次見。